劳动部提出要继续请高龄者的这个补助计划，今年是开始来实施。也毋过，因是规定劳工伫个64岁迄当的8、9月份才会当来申请补助，限制年岁佮限制时间，所以是引起真侪人不满。早起去到劳动部抗议，要求甲限制放互令。高龄就业变失业，高龄就业变失业，劳动部应实质认定。早起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和美丽华工会伫劳动部头前抗议，要求政府继续雇佣高龄者补助计划，爱取消申请年岁限制，因为有劳工满退休的年岁，公司讲要继续伫公司吃头路，薪水就爱拍8折，毋过工作内容和进前的拢相共。薪水一样的工作被打8折，这样是不是有高龄就业的趋势？劳动部为着推动中高龄就业，有提出继续雇佣高龄者补助计划，鼓励公司甲65岁介龄强制退休的劳工留落来传承经验。毋过有规划，头家爱请3成满65岁的劳工，薪水袂使降低，企业就通领到政府的补助，上长18个月。只是讲这个规定爱伫劳工64岁迄当的8、9月才通申请。限制年纪佮限制时间，引起劳工团体的不满。不要只限制64岁，而是我可能65岁的时候也可以来做申请，那这样才能够实际帮助到说我真的是中高龄或是高龄的劳工，他在继续投入劳动市场。刚刚建议的就是有关年龄的部分，还有就是有关于申请期间的部分，我们都会把它作为未来我们在政策修改的一个研议去做参考。针对劳工团体的批评，这个计划有侪雇主拢毋知。而且申请的时间相短，仅2个月。劳动部的代表就接陈情书，嘛表示会甲劳工团体的意见，早登去建议。记者柯家山林小凯台北报道。